台中有家长带囡仔到丰乐公园的山坑来耍沙，竟然挖出着一大堆台湾龟所生的卵。原来是有真侪民众饲这个龟，饲咧不爱饲，摕去等伫个公园的生态池。市政府讲6月会来试办着友善的产房，让这龟有所在生卵。 台中丰乐公园的生态池有不少民众放杀的龟，有家长就反映，带囡仔到沙坡佚佗，竟然挖到台湾龟的卵，还蛮神奇的。一开始不会觉得是乌龟的蛋，可能是其他稀奇古怪的动物的蛋。丰乐公园当年拢会清走1000只左右的龟，生存的空间是非常无够。建设局就回应6月会试办友善产房来改善生态环境。我们会做几个这样的一个抚育巢，直接在我们湖滨的地方就可以来产卵。那当然，我们也会顾虑到生态的平衡啊。属于这个保育类本土的，我们会加以保护。那属于外来种的一些比较泛滥的这些龟群呢，我们也会适度的请这个农业局呢来给它移置。提醒民众，动物袂使凊彩卖，也是放杀，拢有可能照野生动物保育法，罚处6万到30万的罚款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